去年国内风台扫过了后，花莲的海边就出现大量的水流茶，有开放民众捡去用，不过因为有人直接伫咧海沙堡掀茶行烧，也引起不少火灾，后消防人员是无用来走踪。这是花莲市北滨海岸，10时暗暝了后，有民众伫海沙堡遮钓鱼啊，或者是放烟火。有的人因为天气寒，竟然摕水流茶来起火行烧。算算的海沙堡顶有7大火咧倒，附近的民众烦恼火若拖开都袂收煞。因为民众离开了后，并无把火完全拍花，搁因为透风的关系，10时透早6点，火搁倒起来。消防局赶紧派人去拍火，不过因为水流茶规堆的，搁拢塔做一火，数量侪，用3点钟才把火拍花。据我们统计，从去年10月到今年的1月10号为止已经发生了16起的漂流木火警。那由于这个漂流木的木堆啊，从花莲港的港口一直到花莲溪的出海口，绵延将近3公里，满满的漂流木。那一旦风势的助长以及风向不对，都很有可能造成飞火延烧到花莲市区。消防局呼吁民众若伫海边啊活动的时阵，千万唔通起火行烧。若违反规定，会当以消防法第14条的规定，罚3000块以下罚款。目前已经联合林保署、花莲分署甲华顺队加强稽查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